現咧，自從尋晚出咗尋晚條片之後咧，你哋好有興趣知道乜嘢叫做膠原三態啊咁樣。咁我就冇辦法啦，因為要我逐個答咧，我搞唔掂。咁我就索性拍低呢條片，咁我就去講解一下關於膠原三態。嗱，你哋試諗下，嗱，即係隨住好似科技咁嘅發展，手機以前我哋咪用2G 噶嘛，係咪？咁2G 之後就到3G 啦，咁3G 跟住就到4G 啦，同埋而家嘅5G。咁其實膠原都一樣嘅喎。其實第一代嘅膠原咧係屬於係最早期嘅膠原咧，其實係一啲明膠嚟嘅，明膠。跟住然後咧到第二代開始咧就已經係講緊膠原蛋白。咁跟住咧第三代咧就係膠原肽。咁而第四代咧，即係而家喺科學發展上面最新、最靚、分子最細、最好吸收、對皮膚最有用嘅，就係膠原三態啦。OK， 其實咧膠原三態咧係由3個氨基酸組成嘅，1個氨基酸、2個氨基酸、3個氨基酸，3個氨基酸組成嘅。咁佢先由第一個甘氨酸，然後脯氨酸、甘氨酸加脯氨酸，跟住再加一個其他嘅氨基酸，3個喺埋一齊之後，佢哋嘅合成過程咧，首先係經過脫水，即係少咗一個水分子，跟住咧佢哋一黐埋嘅時候咧，就會產生一個叫做肽鍵。肽鍵咧其實就係你當佢係氨基酸與氨基酸之間嘅嗰個橋梁啦。跟住佢哋黐埋咗一齊咧，即係3個氨基酸咁樣黐埋咗一齊合成咗之後咧，就變咗做三肽啦。OK， 咁如果咧係講緊2個肽至到20個肽嘅話咧，呢個咧稱之為寡肽。20個至到50個肽喺埋一齊嘅話咧，呢個咧我哋稱佢為多肽。咁50個肽以上咧先至叫做蛋白質。咁所以咧佢係比即係肽嘅形容詞就係比蛋白質更細啦。OK， 咁而10個肽以下咧，暫時嚟講咧，現今醫學上比較係有功效嚟講咧，係講緊要去到10個肽以下嘅，10個肽以下。咁唔使講啦，即係啱啱都講到啦，膠原三態係幾多個組成？膠原三態咪就係3個咯，就係3個。咁所以咧，佢係而家真係喺呢一個世代嚟講咧，最有效、地表最強嘅膠原嚟噶啦，就係膠原三態啦。簡單嚟講咧，膠原三態咧，其實佢就係透過一個好先進嘅一個生物嘅工程，然後咧佢就喺一啲比較大分子，即係喺第二代嘅一啲膠原蛋白當中咧，佢就攞咗一啲咧係對皮膚好有用嘅一啲細分子出嚟，係針對皮膚有用嘅一啲細分子。咁其實佢哋嗰個 size 咧，平均個 size 咧係細到280至到600個 DA 咁細嘅分子。而呢一個分子咁細嘅情況咧，其實佢係可以直接去到我哋皮膚嘅角質層、真皮層，甚至乎係頭髮嘅根部，係直接細到咁細。而且因為咧膠原三態佢個分子係咁細啦，咁而你食咗落去咧，你嘅人體咧係唔需要經過你人體嘅分解，唔需要分解，係直接就已經係俾你人體吸收，同埋直接就係落到去我頭先所講嘅皮膚嘅層面。咁與此同時咧，佢一食咗落去之後咧，佢係直接去填滿你嘅皮膚嘅真皮層，係直接填滿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嗰個皮膚你會突然之間咧係產生多咗好多嘅張力，因為佢係填滿咗你嗰個皮膚嘅空間。咁所以咧毛孔亦都會收細，然後你個皮膚亦都會 feel 到佢拫緊，咁佢係直接係可以咧撐起晒你成個皮膚嘅。仲有一樣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一定要講啊！嗱，我哋女性咧嘅呢個乳房啊，呢個奶奶咧 ，OK， 其實咧入邊咧係含有好多嘅結締組織噶。
咁而膠原三肽裏邊咧，其中一個脯氨酸咧，其實佢就係可以令到嗰啲結締組織咧係收緊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係一物多用，一物多用。我而家咧係將佢哋咁樣嘅，即係逢係夜晚食嗰啲，我有一個好似求籤筒咁樣，係抽出嚟就食佢。咁所以佢係一物多用嘅，佢係可以你食咗佢之後咧，除咗嗰個皮膚會可以獲益之外咧，其實我哋女性嘅胸部都可以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嗰個乳房下垂嘅問題咧，佢都係可以幫助到令到佢咧收緊翻同埋承托嘅。咁但所以記得咧，一開始食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慳。即係點解我成日都咁講？雖然我潮州妹好慳，但係點解呢個唔好慳呢？因為我哋要將佢個效果，即係將唔夠嘅先補充佢足夠，然後你就係可以普通保養就 OK。所以即係你哋係即係慳還慳，但係我哋要令到佢真係有效果呢。一開始嘅時候呢，咁就食兩條。咁大概你食即係如果你想最理想啦，頭嗰3個月啦，我會建議你咁樣嘅食法嘅，頭嗰3個月都食2條。如果你真係即係 budget 唔夠嘅，頭嗰1個月都一定要食2條，跟住之後咧就可以減翻去食1條噶啦。咁所以呢個我係極力推薦俾你哋噶。咁有唔明咧，你哋先至再問我啦。我真係今條片已經係好俾心機，希望拍到出嚟係解釋到你哋明白點解要用呢個價錢去食呢隻，同埋呢一隻同舊嗰隻有啲咩分別，好冇？有咩問題就再問啦。拜拜。